暗过，刚到这修仙化局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最新到的。哎，老板，这是本武修呀！看来客官的眼光相当独到。客官，您看看。来点栗子。嗯，好。老板，你这手艺不错啊。还行，都祖传3代了。这个阵盘看起来不错啊。是啊，铭文很精致。2位顾客，好眼光，更新阵盘，50灵石。客官，乡亲修士们看一看啦，瞧一瞧，这个宝贝可不得了，是我店里的镇店宝，照见万物，寻宝利器，名字它叫万物罩。哎，价格嘛，您别走啊！红尘气，催人老，10余年，当真是弹指一挥间。你娘身体还好吗？她在家呢，挺好的。先天不足，病体严重，药石难治。或者说，凡人本就要走这一遭。掌柜的，作为一名普通人，多了解上层修仙界的事儿是有好处的，掌控局势嘛。如今的乱星海，山雨欲来，就等着一个不世出的修士来拯救这一切。此人出身微寒，但是稳健发展，步步为营，加上点幸运，带着点不屈，最终走到了结丹修士的境界。再往后，战魔道，夺
国至宝，驰骋星海，终将成为一方霸主。有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真龙终现身。掌柜的，这定场词不错吧？你混帮派了？现在是巨鲸帮外门弟子，以后天星城码头一带我罩着。你们帮派连楚代都不发你一个，你怎么招啊？说的是内门弟子才有楚代，没事儿，这不都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倘若真让你找到什么宝物，还要捧在手里招摇过市不成？放心吧，肯定藏得下。我若真得了什么宝贝，一准先拿来给你看看，开开眼。咱哥俩谁跟谁啊？谁跟你哥俩？没大没小的，下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龙，拿着，在外面别逞强。要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，记得回来最重要。放心吧，掌柜的，认识咱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走了。何老弟，下棋呀？听说小龙加入了帮派。这小子始终没说自己是什么灵根，搞不好啊就是个伪灵根。但人呐，有个归属也是件好事。然后呢，再拜个好师傅。何仙师啊，你这是在让我吗？是啊，今天不让，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。说来挺丢脸的，寿元将近，还无法突破，打算明日开始闭死关，日后就没空再陪你下棋喽。来，这一颗拿回去，今日不下了，待你出关后再战。下回不准让我一准赢你。回去好好练练啊！去，多烧点水。好，好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都利索点啊！小心点啊！快走，这边。
药汤弄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看什么看？走，去看看夫人。哎，吾幼时好奇，名震乡野，人皆谓神童。年岁稍长，欲以山野老道，3天对弈，终得一胜。老道愿赌服输，施展法术，通天遁地，无遁生神亡，遂弃其修道。可惜吾天赋一般，只求兢兢业业，苦心钻研。不惜远家人，抛爱侣，弃友人，漂泊四海，无所依傍。几经险境，半生贫苦，老来方有定所。可惜时日无多。近来常思，人生100年，浮游一日，长生与我何有哉？不过犹如樊笼耳。不若2、3好友一起饮酒，良缘佳侣，人间携手，风光100年，同归尘土。但问道之心，终归难改。纵使蹉跎一生，也要争那一线天机。只因幼时便知，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敢问诸位仙师是要寻何仙师吗？此洞府的主人已逝，我等是来接收洞府的。你可是他亲眷？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我有孙子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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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掌柜的，你有小琴的消息吗？啊，他还没回来吗？这一算，小琴确实出海快大半年了，一点音讯也没有吗？这次与往常不同，听他说，这次门内给的任务是去外海寻找一种珍稀草药。原本他没有资格接的，是因为那草药据说可以治我的病，他才……
求求掌柜的，能不能帮我找到他？我只盼他没事，其他绝不强求。我知道，我这样无法修行的凡人，是没办法和他走到最后的。我只希望他好好的。但是我知道，我这样无法修行的凡人，是没有办法和你站在一起的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点也没变样。谢谢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谢谢你陪我看烟火，谢谢你出现在我微不足道的生命里。韩兄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如今的乱星海风云涌动，纷争不断，外海更是凶险，连我出门都要找朋友结伴而行。此人是你的子侄吗？节哀啊，要不要过来喝两杯，跟大家聊聊？啊，不了，还是亲兄孝气临头，寿宴同天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掌柜的，是有小琴的消息了吗？小琴让我告诉你，她与你原本就仙凡有别，她不忍心看着你慢慢老去，所以她决定独自修行去了，找到此物的道友，请将他转交给天星城下城区一个叫小檀的姑娘，不胜感激。请告诉她，我自觉无法，眼看着她离开人世，所以独自修炼去了。此生对她多有亏欠。若有来世，愿舍去灵根，还与他白头偕老。只是他每次出海前，我都会让他放在身上当护身符的。他没事，只是不能和我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这是他此行去采摘的幽檀花，以吃入药，你的病能治好。这名字里也有一个檀字，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他不会再回来了，对吗？10日之后来取药吧。
若是他回来，也一定希望能看到你活得好好的。这次任务，我申请去外海，那儿可能有治他病的药草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小谭就劳烦您多照顾一下。我现在已经变得很强了，很强很强。我会保护你的。小龙，小龙，救救小龙吧！救救小龙！明明是个伪灵根，还要出去混帮派。这里是乱星海啊，修个仙有那么容易吗？凡人都知道穷文富武，又不是什么世家大族，进了帮派，自然是给人家当炮灰了。人都伤得这么重，没得救了。除非啊，遇到修士大能，那还得看人家是否有心思。救救我儿子！麻烦你把这珠链留着，等我出海归来，定来赎回。求求你了！来帮忙啊！说来挺丢脸的，寿元将近，还无法突破，打算明日开始闭死关，日后就没空再陪你下棋喽。此人出身微寒，深爱之物，跟你这还算什么？小老弟，下棋呀！这也好好练练啊！你还愣着干嘛呀？你以为你是老天爷吗？快救人呐！原来这就是红尘劫。哎，小龙，你早安啊！小龙，小龙帅得好啊！哎，回见啊！走。小龙真的不记得以前修炼的事情了啊？那以后都只能做个凡人了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告诉你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是修仙者的？哼，我才不告诉你。一会儿小龙来了，我问他不就得了？
难道真的是因为你的那什么万物罩？哎，没错，你要买吗？价格很公道的。那我用这个跟你换。益寿丸？哼，我不要这个。凡人啊，也有凡人的骄傲。你天天吃这个，不迟早也是一死吗？我已经100多岁了，您贵庚啊？活那么久有什么用啊？人啊，固有一死。我轻于鸿毛，我重于泰山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别后悔。比如说呀，我这镇店之宝万物罩，这碰上它呀就买了吧，价格很公道的，过几分可就没这店了。哦，接待就是。我是真的呀，别走啊！我后悔了，这益寿丸还是给我吧。铺子的房契放在柜子上了，记得帮我交给小龙。哎，得嘞，瞧好吧您嘞。人生如棋，落此无悔。24年金雷主场，这一段红尘劫，终究是叫我闯过了。老姐，如果这了还不行，咱们还要继续折腾下去吧？老姐，你随意吧，俺可是不想再回去了。天眷在我，机缘在居，福地洞天，有待来者。果然在这里，老胡，总算是给咱们找到了。接下来得请擅长阵法的朋友，到此一关了。那咱再去学些帮手，阵法师就交给老金了。咱们明年之后再次会合。好。不愧是万年上品灵珠，雷电自运，金光耀眼，可成金雷珠。这炼气一道，博大精深。若非结丹时修炼过3转重元功提纯法力，仅就炼化材料这一点，就极难做到。很好，下一步。
幸亏培育了6根金灵珠，不然这72把金竹风云剑还真是凑不齐。这些叶子看来也颇有门道，可不能浪费了。可以用来画符，或者再不济，还可以喂虫子。这才是第一根，急不得，稳住。72把飞剑的成型，这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得亏有大隐诀辅助，加之这20几年练了不少器物，总算是对这炼器一道有所体会。不过现在还不能够松懈，接下来才是正题。于成了。还真来对了，这小子不知又在炼制什么宝贝。哎呦呦，哎呀，韩老弟，可太见外了吧！我都不知道，你这位阵法大家还是位炼器大师啊！早知道这样。 前日就不该委托吴尘阁的人炼器，这吴尘阁呀，在仗着老字号，就知道宰客，炼坏了东西还不赔偿，再也不去了。以后啊，就请韩大师出手了。哪里，金兄，韩立学艺未精，当不得大师二字。韩某有2位友人，才是真正的大师。可惜呀，天不佳年。唉，人各有命。 老弟就不要如此介怀了。金某今日来，是有要事相商。哦，是韩立怠慢了，金兄请，请。韩老弟，请看此物。 这，往此物中注入些灵力就知道了。
这是古修士洞府。正是。此地藏于一座不为人知的岛屿，里面应该有不少异宝传承，但外面有个大阵笼罩。韩老弟精于阵法，所以想请你加入。破阵之后，金某承诺，但有所得均公平分配。此物极其古朴，不似作为。这位金兄声名在外，此前又曾协助于我。我如今也是有法宝傍身的人了，若是风向不对，逃了便是。哎呀，这天星城中修炼阵法之道的本就不多，这关键是跟他们真不熟啊。韩老弟，你可千万别抛下哥哥不管呀！金兄，这破阵之事，如何？韩某自当尽力。只是在下不善杀法，哎呀，若是遇到刀兵，还需要金兄多多照顾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保证，韩老弟只管破阵，后面若是有什么厮杀的事，包在哥哥身上。而且，无论收获如何，定会有你一份。虽比不得虚天殿，但这等年头的古修洞府，万一机缘到了，说不得还能寻得一丝进阶元婴的可能呢。金兄，其实我一直想请教，这虚天殿究竟是什么门道？里面到底有什么能让全乱星海都趋之若鹜？韩老弟果然也在打虚天殿的主意。这虚天殿乃乱星海第一秘境，传说还是远古大能所留的一处洞天福地，在数百年才开启一次，其中也是自成天地，奇珍灵植，上古秘宝应有尽有，取之不竭。但诡异凶险之处也是数不胜数。每次开启时，都会有不少知名修士丧身其中。听着倒与天南血色禁地有些相似，这些大能倒也是无聊，变着花样设计些门道，莫不是消遣后来人？唉，人心贪念，即使元婴大能都不能免俗。只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宴席啊？这些死掉修士的一身修为身家，还不知会归向何处。韩老弟，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！不错，金某也早有怀疑了。这免费的天材地宝，坐等着人来拿，还取之不竭，怎么听都像是个陷阱啊！不过，这其中还真有修士得了天大的好处。哦。韩老弟啊，接下来哥哥说的话可是我金家代代相传之谜，若非是至亲兄弟一般的韩老弟，哥哥可是不会逢人便讲的。这个自然，金兄此间所言不传六耳。哦，金兄，请讲。传说这虚天殿中最有价值的秘宝，皆封在内殿的一座鼎中。此鼎名为虚天鼎，中有一物，
名为补天丹。此丹的唯一效能，便是可以极大的增加寿元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元婴老怪们明知其中门道，也要以身犯险。这增补寿元一事，夺天地之造化，确是高阶修行者心之所向。正是。想来那些元婴修士，无一不是纵横叱咤的枭雄之属。这世间，他们所惧怕的，无非是终有一日生死道消，修为、势力，统统化为乌有，最终只能沦为一处洞府遗迹，被后来的修士拿来寻找机缘。所以啊，每次虚天殿开启，那些元婴修士都会为了抢一个入场名额打破头。金兄，你适才所说有人在其中得了天大好处，莫非就是这补天丹？相传，这得了好处的修士共有3人，其中2人本为道侣，另一人却是其中那位女修的兄长。3人当时还只是结丹修士，结伴探索虚天殿，机缘巧合下得虚天鼎眷顾，得了补天丹。哦，有如此奇遇，那想必这3人后来成就，也定是非同小可。韩老弟果然敏锐，不错，其中那对道侣，正是当下星宫主人。啊！那位女修的兄长，便是当今乱星海魔道巨擘，也是为数不多能与星宫双圣分庭抗礼的元婴后期大修士，6道极盛了。哦，此般传说不知有几分真假。好茶啊！咱们刚说哪儿了？补天丹，虚天鼎。哦，对对对，虚天鼎。这虚天鼎好像离咱们有点远了。先说说该如何进入这虚天殿吧。韩老弟，可听说过虚天残图？哎呀，金兄就莫要卖关子了，听得小弟心焦。这虚天残图呢，是进入虚天殿的路引。传说平日看上去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锦帕，但虚天殿一旦开启，就会指引去向。若是没有此物，想在这茫茫大海上寻找虚天殿的位置，犹如痴人说梦喽。锦帕，不会真是这东西吧？所以说，这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虚天殿远在天边，可这古秀遗迹是近在眼前啊！韩老弟啊，那个遗迹我找了好久，你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。能在福宝的接连攻击下完好无损，绝非凡物。再结合那传送阵旁无名修士骸骨的情形来看，这多半就是让整个乱星海动荡不安的虚天残图了。那人究竟是何许人也？大挪移令、血雨之柱、极妙的功法、虚天残图，看来都是他从此地经由传送阵带去的。灵鸟还混了阵。只是不知道后两者如何到了虚王的手中，再流传到我这里，又被带回此地。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玄妙无比。
还是时机未到。噬金虫又进化了。果然，喂食的东西不同，成长效果也不一样。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做些实验。修文，胃口不错，竟能以法力为食，以后有得瞧了。虚天殿要去吗？多半会遇到劫阴岛的人，还有其他元婴老怪。可若是不去，岂不是浪费了天赐机缘？金青说的对，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。就先用那古修士遗技练练手吧。韩老弟，可是有什么问题？金兄，确认就是此岛吗？此阵名为天罗阵，擅闯其中会被雾气扰得神魂紊乱。不过此阵多用来防备妖兽，对我等人族倒是没有什么直接伤害。但最主要的，此阵可不算什么古阵啊。果然，韩老弟也发现了，这层薄雾确实有些古怪，可有破解之法？此阵不需破，只要展开护体灵光，就可无碍通过。恐怕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啊，话说金兄，你不是邀请了其余几位同行，他们人呢？老姐，你个杀千道的总算来了。来，怎么还带俩人？我和剑道友、师弟仙子都在啊，速来会合啊！师弟仙子，咱这个阵，剑明，你看师弟他，哎呀，老姐，你咋才来呀？恁要再来晚一点，此间的好处可就都归俺老胡了。你别想啊！这两位就是你请来的执法师啊？看着白白净净的，行不行啊？啊！你收拾味道。这位是韩老弟，还有曲道友，他们都是金某的邻居。韩老弟的阵法、炼气两道都是大师啊。这位曲道友啊，曲道友也是结丹修为。来，韩兄弟，来，曲兄弟。这么说，俺老胡最好交朋友了啊！这位是剑明，别看是个闷葫芦，但是实力是杠杠的呀！啊，这位是师爹仙子，红叶岛鼎鼎有名的真道天才，道主石真人的千金。既然人到齐了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。本小姐来此破阵，条件是这次得到的东西，我必须先挑一件。可有异议？红月岛似乎在哪里听到过。对了，刚结丹时收到的信件，
当时就相约切磋阵法来着，一直没顾得上，却在这里碰到了。嗨，石蝶仙子大名谁人不知啊？只是我这韩老弟也是专程为破阵而来的，不如二位联手破了此阵，到时金某做主，东西就让两位道友各挑一件，破阵贡献大的先挑，啊，如何？就这么办吧，反正也没选你。此等阵法，本小姐手到擒来。这红月岛岛主石真人，乃元婴大脑，几百年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！打小就捧在手心里，当成掌上明珠来宠。韩老弟，莫怪莫怪啊！无妨，金兄，请，请。两位道友请看，那道门应当就是遗迹的入口了，只是此处被阵法所阻，无法通行啊。破阵心得第一条，先确定阵法的属性。看这样子，双属性吗？那还真有点棘手。韩道友，我比你早来一些，方才多研究了一会儿。此阵应该是土风双属性的阵法。我先尝试破阵，若道友有什么想法，也可来试试。只是为何判断不出来最外层的破解之处？这阵法好生奇怪，竟像是活的一般。北斗两仪阵，韩道友，请继续。
韩道友果然是阵法大家。小女子此前还存了一丝好胜之心，看来确实班门弄斧了。先前无礼，还请韩师兄海涵。此女态度倒是转变得快。仙子无需多礼，适才多亏仙子提示，韩某才发现此阵阵眼原来是一头凶兽。方才想起以北斗两仪阵伏兽之法，若是韩某一人在此，多半也是不得其法的。韩师兄无需过谦。其实20几年前，小女子就曾见过韩师兄洞府的阵法布置，还曾留书邀你切磋，可是韩师兄一直没有联络。小女子还以为韩师兄眼高于顶，瞧不起我这弱女子。此事确是韩某梦浪了。这20几年来，闭关修炼未曾出府，方才疏于联络，还请仙子勿怪。此次难得出行，仙子若不嫌弃，韩某愿与仙子切磋阵道，知无不言。那是最好。韩师兄，小女子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快看快看啊！前面好像又有变化了。别磨叽了，赶紧过去吧。怎么破了一层还有一层？难道我们进入幻境了？看来布阵之人也是个阵法大家。此阵名为恶贯满盈，分为3层。外层薄雾夺人感官，中层烟兽震人肝胆，内层最为险恶，看似五光十色，但其中充满了火系妖物赤恶。这妖物喷出的妖火威力不下于结丹修士的丹火，而且在这阵法孕育的3阳之地中，须臾再生，除之不尽。若是贸然闯阵，被封在其中，会被这些杀不尽的妖物生生耗死。看来前2层只是表象，这一层应该才是本源。欲破此阵，必须要隔绝灵气，然后废了这3阳之地，除其本源，再以鬼水禁之，应该可以破除此阵。师爹仙子，你可知道绝灵阵？不愧是韩师兄。不过，绝灵阵布起来简单，运行起来却要颇费一番功法，需要几处禁制同时发动，将此地灵力暂时抽离一刻时间。此时就是破阵之机了。我来运行禁制，韩师兄破阵，这些赤恶就交给各位了。稍后我会在外围布上我的鬼水天罡阵，师妹在我阵外布上绝灵阵，待绝灵阵运行，抽取灵气，这鬼水阵失了支撑，所运水云之力倾泻而下，自可毁去这3阳之地和大部分火系妖物。妙极，妙极！若是有漏网的赤恶，就交给我们几个人吧。此战需要水系灵力的法器法宝，切记莫要让这些妖物近身。可以呀，韩老弟，看来老金也没白夸你啊。俺越看你越顺眼，你这个朋友啊，那老虎坐下了。各位，开始吧。韩师兄，请。
韩老弟，这就弄完了呀？可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呀！啊！若非今日有我和韩师兄在，你们连破解之前的幻阵都做不到。接下来，我和韩师兄维护阵法，你们可安心剿灭赤恶。到时可别忘了战利品，可要让本小姐和韩师兄先挑啊。没有问题。此阵有问题，或者说这个岛有问题。根据辛如英的阵法书所述，将赤恶困顿于三阳之地，聚妖成阵的法门，明明是这300-400年才被开发出来的。此地若是古代修士所留，为何会有此阵？哎，你们可不知道啊！之前那老胡和老金去外海荒岛猎妖，那岛上的阵法可比这要大多了呀！那老胡3下5除2，还给他拆了。哎，老金，你说是吧？对。最后一只了吧？应该是了。这些妖物当真缠人，就绕着呢一直飞来飞去的。若非韩老弟和石蝶仙子想出办法来，还不知道要杀到嘛时候呢。韩师兄，果真如你所料，虽说花了点时间，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师妹过誉了。韩某有一事不明，这绝灵阵聚妖成阵的做法，可是自古有之？韩师兄可算是问倒我了。小女子只知此阵用法，对于其来历，委实不知啊。不愧是韩师兄，时刻不忘学习，难怪这么厉害。无妨。既然此阵已破，还是尽快与金道友他们会合吧。韩师兄，小女子有一事相商。这段时间与韩师兄切磋阵道，韩师兄的见解颇为新鲜。小女子想说，等此行结束，想请韩师兄到我们红月岛做客。家父想必也很想与韩师兄这样的青年才俊畅谈一番，我也……总之，万望韩师兄赏光，不要推辞。我先走了。
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趁本道主不在此，窥私窃取本道主的东西！想造次不成？切！还不快滚出此道！岛主，这不是座无人的荒岛吗？俺不管你是嘛人，此岛所在的地图是哪个老奸飞猎找来的？俺们还破了这些阵法，灭了这些妖灵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在哪了？啊？你莫不是自封的岛主吧？可别从这丢人现眼了！既然不想走，那就留在这儿吧。来得好，看刀！这人是失心疯了吗？面对这么多结丹期修士，竟然说打就打。这怎么回事？哪里到的？他用的是洪荒古宝。所谓的洪荒古宝，其实就是古修士炼制的法宝。彼时这些炼宝之法，材料和现在大不相同，炼制出的法宝神通单一，但威力极大，还根本无法收入体内，只能随身携带使用。这样看，说不准此地还真是古修士遗迹。想毁我宝物！
要不要出手呢？罢了，此番怕是躲不开了。去问。 太多了吧！今天正好是时庆祝风云剑。抱歉啊，这辟邪神雷的秘密还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你又杀了我那么多噬金虫，所以还真是留你不了。 看这化咒灵气充裕，即使不是洪荒五宝，也绝不是寻常之物。这回发了，这是只阳鸟，专食阴物，乃是有名的阴武个性。此化咒封印此灵鸟的一分精魂，这可是稀罕之物。噬金虫居然损耗了几十只。 还都是在刚才的爆炸中死的，可恶！看来以后还得继续喂养繁殖，才能扭转战局。唐老弟，没事吧？剑兄啊，此疗已然付诸，只是临了自爆了。啊！不过小弟幸不辱命，这花篮中收取的各位的法宝武器，金兄拿去物归原主吧。好。 这花篮你收着，收着。那韩某却之不恭。不过韩老弟啊，你竟然还说自己不善杀伐，这骗得哥哥好苦啊！啊，话说此人究竟是何来历？多半与咱们一样，是来寻宝的。啊，走吧。
老胡，啊，这可是韩老弟给你找回来的啊！好，韩师兄果然了得，你没受伤吧？不妨事。哦，对了，我发现了点有趣的东西，韩师兄速来看看。敢问师妹，此物是？这很有可能是风灵柱。风灵柱，此处竟然有风灵柱！韩老弟，石蝶仙子，老姐，老胡，曲道友，看来咱们这次真的是找对地方了！哈哈哈哈哈！